睇翻皇朝閣嘅呢個單位咧，點解值得推薦？房值50零個平方，咁啊呢邊露台朝正南位置啊，南向咧咁有製造啦通風效果同埋我哋一個安靜度啊。呢邊唔對大馬路嘅，對翻我哋一個中心區，非常之安靜啊，唔會對翻嗰邊馬路咯。呢邊雜音會少好多。咁啊，整體業主之前係全部打通晒㗎啦。咁啊，見到個簡簡單單50零方，咁呢邊做咗個隔斷啦，平咗屏風。咁啊，整體空間咁睇出嚟，之前都係放租嘅，而家2米床同埋一個頂天衣櫃喺度。咁呢邊3面嘅一個玻璃窗咧，都係朝正南向，啊，都係採光一流，你就放心啦。咁呢單位出租大概去到1000到1300蚊嘅一個收益啊。咁啊喺度5棟，房間唔大50零方，咁啊通天然氣嘅，啊，咁啊呢邊一個廁所空間咧都可以做翻一個乾濕分離，都唔會細啊。啊呢邊一個大嘅洗手盆，乾濕分離嘅一個浴室，咁啊而家總價都係20出頭，21個可以上車，21個，有興趣你哋現場。